今屆世界盃可能係入波最多嘅一屆。一日一片，直到世界盃開鑼。我係阿麥，希望堅持到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今屆世界盃嘅新賽制。首先講下小組賽嘅入圍名單，就由以往嘅32隊增至今屆嘅48隊，而呢48隊咧就會分成12小組進行比賽。今年如果要捧杯嘅話，以往最多踢7場，但今年咧就要踢成8場啦。今屆亞洲區嘅入圍名單都非常之威水啊！今年咧就大幅增加到9隊，而約旦同埋烏茲別克更加係首次入圍。小組賽嘅晉級資格就係由每組嘅首2名以及係8隊嘅最佳第3名就可以出線淘汰賽啦。而計算最佳第3名嘅方法就係佢第一小組入面嘅得分、得失球差、入球數同埋公平競技順序計算。得失球差同埋入球數呢個2個計算方法，其實都鼓勵隊伍入多啲波，爭取呢一個出線嘅機會㗎。所以我話今屆世界盃可能係入波最多嘅一屆。再講下2026年世界盃，其實係史上第一次由3個主辦國聯合主辦嘅。對上一次合辦已經數到去2002年日本同埋南韓聯合主辦嘅世界盃啦。下條片再繼續同大家講下世界盃嘅唔同資訊。